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胡适可以说让金融消费者结结实实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含义放量下跌。当然，这个跟最近这一个月的走势来说可以称得上是放量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0.72%，深成指跌1.1%，创业板跌1.13%。最重要的是，沪深两市全天成交1.47万亿，明显的就放量。涨的时候都是1万亿左右，1万亿出点头；跌的时候1.47万亿，说明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恐慌盘跑了，割肉斩仓出局，比上个交易日放量2000亿，多了2000亿。那全市场4400只个股下跌，只有几百只是上涨的，所以胡适金融消费者一片哀嚎之声。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乙不讲武德，偷袭这个波斯国。但是我感觉他偷袭的不是波斯国，这小乙分明偷袭的是胡适，让胡适的这个金融消费者承受损失。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俄罗斯、美国、乌克兰、德国、欧洲、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等等这些国家在房间里赌博，这个时候这包间的门被推开了，这胡适进来打了个招呼，说哥几个好好玩，单我已经买了，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豪横。我看了一下几个炒股的博主，也个个都是哀嚎之声，大部分人都说这6月份白忙，又陷入了叫回本之中，也开始回本了。如果把这个当做生活的一部分，也挺有意思的。但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你的这个叫什么生活，当做你的工作，当做你养家糊口，也寄托在财富自由，在胡适赌博这上面，那你恐怕就完蛋了。如果你只是那种叫小赌怡情，也今天涨了你很开心，跌了你肉疼，这个也可以，也能理解。反正闲着无聊，这人总需要精神寄托，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干，就是找点这个叫工作之外的事情，吸引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就是把炒股当做一个爱好，但并不指望它养家糊口，去发家致富，去这什么改天换地，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看他们也乐在其中，一直在回本这个过程中，我看有好多什么炒基金的小鱼，他好多次都已经回本了，结果他想赚更多，现在又在回本的路上。我想这个情况跟胡一进老师应该差不多。胡一进老师多少次确实拥有了一架不错的相机，入门款那绝对没问题，但是第二天眼睛一睁又没了，过几天又这个相机又在他面前，再过几天眼睛一睁他又没了，反反复复。放量下跌，既然导致胡适下跌的原因是中东的局势，所以只要中东的局势不恶化，那这个中东局势对胡适的影响它就渐渐的就没了，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胡适的涨跌还是受到内身的自身的影响决定。你比如有一家上市公司被交易所给罚了，交易所给他发了警示函，这家公司亏损2900万，却分红4600万。这公司明明在亏损，他还分红，这不就跟恒大一样吗？近期一则警示函让昔日的明星饮料公司君瑶健康再次受到市场关注。肠胃有活力，人生有动力，因这句广告词闻名的胃动力曾是常温乳酸菌赛道出圈级大单品，其母公司君瑶健康605388也被称为常温乳酸菌第一股。君瑶健康受到警示函是由于其并未在规定时间内披露业绩预亏公告。财报显示2024年公司营收14.6亿元，同比减少10.8%，净亏损2912万元，是近10年首亏，但其未按规定披露业绩预告，可能对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即便去年亏损超过2900万，但君瑶健康对股东颇为大方，公司计划实施10派0.8元的分红方案，共拿出4687万元用于分红，金额比前2年盈利时期更高。前2年他赚了钱，他都没这么分红过，今年亏钱，2024年亏了2900万，他还要分红4600万。为什么这么分？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因为从股权结构来看，君瑶健康67%的股份，也就是2/3的股份由创始人兄弟王军金和王军豪持有，也就是4600万分红款里面2/3是分到实际控制人手上，也就是有3000多万由大股东拿走了。公司亏2900万不要紧，大股东还要拿走3000万，这玩的怎么样？这不就是庞氏骗局吗？恒大的许老板不就是这么玩的吗？这就是胡适，我告诉你。所以说监管说提倡高分红多分红，这个初衷是好的，我一直说他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一落地
最后一定会变味儿走样，变成人家利用的一个工具。你不是你逼我搞分红的，对不对？我不想分红，是你让我分的。那行，那些大股东持有股份多的，他就玩命的分，管他公司赔钱还是赚钱，我借钱我要分红，因为实际上往大股东口袋里分钱，这也是合理合法的，这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要求，还逼我往自己口袋拿钱。你说他能不拿吗？那这个君瑶健康大股东持有2/3的股份，你让他分红，他还巴不得呢。这种庞氏分红，最后就留个烂摊子给社会，资不抵债。但是大股东合法的把这钱拿走了，通过分红拿走的，你总不能让人退吧？大股东退，你其他的股民也得退，都一样。对，那几十万小散户也得退，你也分钱了，虽然你分的少，但是比例是一样的，一股都是分8毛。我们再看北京商报最近发文说，停牌预警能更好保护投资者，说近期部分个股发布停牌预警公告，如果股价继续异常波动，就会停牌核查。停牌预警让投资者有了提前冷静思考的时间，可以更加理性的做出投资决策，避免异常波动后期的暴跌风险，是对投资者的一种保护。停牌预警机制是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权益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它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冷静思考的缓冲期，有助于避免非理性投资行为，维护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在未来的资本市场改革中，应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同时加强配套监管措施和投资者教育，共同构建一个更安全、有序、高效的资本市场环境，让广大投资者能够在市场中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样的，这个属于干涉市场，也就是这个股票如果异动，这公司马上要发个公告要停牌，完了说我们公司经营没有任何异常，也没有什么该披露没有披露的事项，提示风险。北京商报他说这是一个创新，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对投资者的叫过度保护啊，过度保护实际上是不利于市场的理性初心。就这些喜欢炒追的这些投资者，就应该让他受到市场的教育，最后是倾家荡产，最后是出局，而不应该保护的。你保护他是要什么意思？韭菜慢慢割是吗？你越保护他，他越要追；你越保护他，他越要炒。所以这个确实监管推的很多政策，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比如说啊，它限制量化，量化本来就是需要通过程序的，通过它的一套机制，人家就是要把它自己发挥的极致。结果这些赌徒觉得不公平，非要把量化给它限制起来，1分钟交易不能超过多少次，只能买不能卖等等。就像他一面要叫嚣着跟泰森要比赛，对吧？一面也要求举办方把泰森手脚给绑起来，对吧？遇到这种情况，你知道对手是泰森，那我不跟他打，我做观众多好，我为什么要跟他打？这个比喻就比较形象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跟他打，我赌这个人赢，我没这个能力，我为什么自己去打？要求这个举办方你把泰森脚给绑上，手也给绑上，眼睛给他蒙上。有的金融消费者瞎猫捧到死耗子，突然买了一只股票，那股票莫名其妙第一天涨停，第二天涨停，这个金融消费者想卖都卖不掉，他不敢卖，他这涨停了，他正在那数钱，结果那边停牌提示风险，再涨停他再停牌提示风险，这个金融消费者受不了了，把它卖了，结果后面还涨，你说他赖谁呢？他肯定赖这公司。那你没事老喊这么狼来了干啥？这不吃多了撑的吗？所以说你这种政策就是你表面上是保护了一帮人，实际上你也保护不了，但是你又害了一帮人，那是真正的把人害了。所以说所谓的金融消费者就不应该什么去保护，应该由市场去淘汰，大浪淘沙呀。你作为监管，你只要保证这个市场是公开透明的就行，一切都在阳光之下运作就行了。只是这个散户进来之后就倾家荡产，那是他自己的事情，对吧？一进来就赚了大钱，财富自由，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再看一个报道，说清华大学回应商家售卖校内河水。近日有网友反映，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商家售卖清华大学校河河水，价格从几十到上百元不等。还有商家宣称每天膜拜这些水可提神醒脑，智商爆表。记者点开某线上二手交易平台，名为清华大学校河河水，商品赫然在目，每500毫升标价68到168不等。商品描述中大同小异，写着清华校河河水对部分植物具有延年益寿功效，将盛放校河河水的器皿摆放在房间内，有保持湿度的作用，每天膜拜可提神醒脑，增益脑力，智商爆表。另外一名商家更是宣称购买智商加100。大家看视频啊。记者点开某线上二手交易平台，名为清华大学校河河水的商品赫然在目，每500毫升标价68到168元不等。商品描述中大同小异的写着
清华孝和河水对部分植物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最令人瞠目的是那句“每天膜拜可提神醒脑，增益脑力，智商爆表”。另外一名商家更是宣称购买智商加100。是店主亲自下去灌的吗？附带直播保真，是我就买。商家称取水时可拍摄视频验证，下单即全国包邮，爽快下单的送50克河边的土。记者注意到，该帖有1.3万人浏览，74人明确表示想要。那网上真的可以售卖清华大学校内河水吗？按照学校规定，湖水是不能带出校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反映给相关部门了。据了解，清华大学并非首个遭遇水土商品化的名校，近期北大未名湖也陷入同样困境。平台上搜索关键词"北京大学未名湖"显示为近期热搜。最近处于舆论中心的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韦东奕也出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韦东奕同款饮用水售价666元，商品描述喝了它都能上北大。对此，北京大学表示已经启动平台投诉机制。这个明显的就是需要宣传，我们认为是平台有一个监管义务。那么平台对这样的一些商品的话，应当是审查不通过，是完全不能上架的。本身平台我们认为它本身还是有责任的。平台或者说我们商家违反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定，那么我们也可以向这样一个市场监管或者向相应的这样一个网络监管机构，我们来投诉。对此，专家表示，商家利用大众对名校的向往与崇拜心理，利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知名度和文化附加值，将校内水土包装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商品，夸大功效，迎合了部分消费者对名校文化的猎奇心理。它就是一瓶水一泡土，它也没有带着神秘力量，但是你非要把它造神，那么这种造神运动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个体成长过程中间的不自信的一个表现。当我们去崇拜神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应有的人性，失去了我们的理性思考，不如你追求踏踏实实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经视直播记者报道。实际上卖清华大学校河水这个不稀奇，好像前一阵子是有人网上卖北大未名湖的湖水也是一样。再往前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不有人专门在网上卖那个银行的土吗？有人还编出了金木水火土，这个建行属什么？反正每个银行还有属性，你要指定你要去工行要工行的土，他夜里就穿着道袍法衣还能做法，完了之后拿铲子给你铲一铲，给你快递过来。咱们节目还介绍过。我在想，北大清华它那湖水都能卖钱，是500毫升，其实类似于娃哈哈或者是农夫山泉。我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一瓶卖2块，那人家是搬运工，一瓶卖168，这也没毛病。我倒是觉得北大清华不要看不上这钱，这俩学校是非常有钱的，一年国家拨款都是几百亿，400-500亿，他们还吭哧的搞校办企业，在绞尽脑汁跟社会上竞争。你这不有个来钱的路子吗？那个未名湖那水得多少？清华大学校河的河水得有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河水会干，因为它可以在源头再引入别的水。实在不行，把北京市的自来水灌进去，就灌到那个湖里，就像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叫洗澡蟹。你只要从源头把那水灌进去，让它流入北大的未名湖，或者是流入清华的校河，在清华校河里面就开始取水，往全国卖168也不算贵。依云矿泉水一瓶差不多也是168，500毫升的差不多也得168，所以说这个价格也不算贵。所以我觉得北大清华这一下教育经费不就有了吗？就不用国家拨款了，国家少拨一点，我倒是觉得这是好事，不应该这个阻止学校自己把它垄断起来，开发一个什么清华什么神水，这个你不愁卖不掉，这个叫无本这个万利。从学校来说，你就把它当做捐款嘛，如果大家人愿意相信你捐款，那你把这钱拿去了，国家每年给清华北大少拨200个亿，不挺好的吗？大头的钱不就省下来了吗？卖水也不难，我觉得清华北大应该赶紧成立专门的运营机构或者公司，而且还可以开发周边产品，清华的土，还有清华的空气，甚至还有清华大学厕所类的区，那都是有特殊含义的，都可以卖，都是能提高智商，开发周边。这样我的意思是，就通过这种开发，把国家拨款给他，最终让他国家不用拨款，他每年也能运营的特别好，何乐而不为？清华北大它也有品牌效应，你消费者总不是怀疑清华北大搞这个假冒的水吧？他就那么懒，非跑到别的昆明湖去取水是吗？少林寺也可以这么干啊，少林寺也可以再把他们水接着一瓶168，它可以让适用性让那个
大师傅加持一下，给他做个法，这样少林寺就能创收。我倒是觉得这样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主打一个心甘情愿，心诚则灵。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进老师一定会支持的。有人说这个是封建迷信，你就搞错了，这是信仰的力量。你看今天这个小乙不是不讲武德吗？对这个神棍国家悍然发动了打击。胡一进老师心情非常沉痛，为什么沉痛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是就这些国家这些组织挨揍了，那反正胡一进就跟他的老朋友哈马南老师一样，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沉重，为什么那么难受。胡一进老师说，他说伊朗在中东地区敢举旗不屈服，但说到底他又是一个悲剧。伊朗的力量太弱了，拳头不硬，光嘴硬，结果就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一再被动挨打。说伊朗一直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力量，但是他的力量积蓄速度显然支持不了他在中东的强硬路线。外界可以钦佩伊朗的反抗精神，也可以做相反评价，但重要的是伊朗自己在不断吃亏。以色列如此嚣张，完全是因为他处在力量的上游，傲视整个伊斯兰世界。这一次他大规模袭击伊朗，不仅打击了几十处伊朗核设施和弹道导弹工厂，而且炸死了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和至少2名核科学家，这形同向伊朗宣战。以色列显然并不真害怕伊朗对他的实施报复，他没有把伊朗目前那点能力放在眼里。胡锡进老师说的这些，他不去分析根本原因，他只是要看到你只要有人跟这个西方这些力量对抗，你就是好。本质上还是遵循一种什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胡锡进这个脑海里根深蒂固的美西方像这些那肯定是敌人，那只要跟这些人作对的那都是朋友，我们要同情他支持他，这是他本质上的逻辑，构成了他的叙事的基础逻辑。但是他就忘了这伊朗是个什么组织啊，什么政权。你把伊朗跟阿拉伯世界搞一起，不知道沙特同意不同意，卡塔尔什么阿联酋他们同意不同意。你把伊朗代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显然胡锡进老师是在这搅浑水。哈梅内伊这神权，这个神棍国家，这个神棍组织，他连伊朗人都代表不了，他还代表伊斯兰世界。所以这就是胡锡进老师颠倒黑白以偏概全的伎俩，这手法。他忘了伊朗的这些神棍跟他的老朋友哈马南老师一样，嘴里高喊着反美，坚决跟美国干到底，然后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去了，在美国置业买房子买小房子，不都一样吗？他们在国内在伊朗拼命的要树立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不想让伊朗活下去，拼命的在向伊朗的老百姓宣传，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掩盖这些神棍这个政权在那儿鱼肉老百姓，没有我的保护，那以色列早就把你灭了，你们每个人都活不下来，不就这一套吗？胡锡进老师这个本质他不说，反正你这样跟以色列对着干的那都是好人，咱就得同情他。典型的不问是非，只问立场。我在早上的节目已经说了，神棍政权他敢真的反击吗？他要反击，那就被陷入战争。我不知道以色列会怎么样，但是你这个神棍政权一定会垮台。他现在要做的是赶紧冷静下来，看一看地保老人，你看他现在是不是坐在火上烤，对吧？这个事一旦闹大了，一旦宣战或者一旦没完没了打起来，谁吃亏？不是说吃亏，谁完蛋？这不是吃亏的事了。现在地保老人是欲罢不能，不停的往里加仓，想割肉吧也割不了，加餐吧现在没钱，就这么个局面。所以不要看神棍政权叫得凶，我倒是觉得伊朗人、波斯人说不定就通过这个机会把强加给他的这个神棍政权给他取缔掉，这个叫真正的实现波斯文明的复兴。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让再次伟大。波斯的再次伟大不是靠哈梅内伊这个神棍政权呢，这哈梅内伊还准备把这个神棍政权传给他儿子啊，他现在不就在清除这些势力吗？你说这是一个正常国家吗？这个胡锡进老师难道就闭着眼在那瞎说吗？一旦这个神棍政权垮台，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些地方那也会战斗，战战兢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